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7日，箴言1章33節安尼講：獨獨聽談我的，要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靜，無驚拄着災厄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聽談你的話，就通安然徛起，享受安靜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願來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獻上阮的敬拜甲尊重。主啊，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你的話帶着活命甲智慧，你的聲引帶阮行佇正直的路。主啊，願感謝你，因為你透過聖經、聖神甲逐樣的環境來阮講話，引領阮的腳步。主啊，有時阮的心受世界的聲音充滿，互無閒甲憂慮佔滿，直到忽略你溫柔真實的聲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遲鈍甲無專心，幫咱改變阮的心，互阮較無聽你的聲。主啊，因為阮若聽談你的話，就通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靜，無驚拄着災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